我喜歡我自己。從前有一張白紙，在白紙上，什麼事都可能發生。有個畫家拿起了鉛筆，開始畫畫。他畫了一張臉、一個身體跟2隻腳，然後替畫好嘅圖取了一個名字——微蛙。畫家深深嘆了一口氣，覺得這張圖好像哪裡怪怪的，於是他決定擦掉圖，從頭畫起。可是畫家還來不及動手，微蛙就抓住了鉛筆，試着阻止他。不好意思，小姐、畫家、女士，但是我喜歡自己的樣子。在你改掉一條線、畫一個點之前，能不能讓我先盡情表現目前所擁有的？畫家想了想，還是決定不要那樣做。他不喜歡的地方到底是哪裡呢？哦哈，是頭髮。如果髮型不一樣，這張圖也許行得通。因此他翻到下一頁，試着變換不同的髮型。可是在嘗試過各種可能之後，在紙上的依然是微蛙，而且他有很多話要說。盡情表現自己，全力以赴，看看自己所擁有的，不要看不屬於自己的。尋找自己的特質，創造自己嘅位置，接受它，認可它，並且全力以赴。畫家想了想，還是決定不要那樣做。他不喜歡的地方到底是哪裡呢？哦哈，是身體。如果身體不一樣，這張圖也許行得通。因此他翻到下一頁，試着變換不同的身體。可是在嘗試過各種可能之後，在紙上的依然是微蛙，而且他仍然有話要說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特色，找到自己嘅特點，展示自己嘅專長，發現屬於你嘅聲音，照自己嘅方式歌唱，尋找自己嘅魅力，發掘自己嘅亮點，做最好嘅自己，盡情表現自我，唔好讓任何人否定你。喺呢個世界好好生活，創造自己嘅位置，發揮你原有嘅特色，盡力表現。畫家想了想，還是決定不要那樣做。他不喜歡嘅地方到底是哪裡呢？啊哈，是背景啊！如果背景不一樣，這張圖也許行得通。因此他翻到下一頁，試着變換整個背景。他畫了一片被施了魔法嘅森林，裡面有一座光輝燦爛嘅皇宮，還有奔放嘅獨角獸。俊美的王子，全都是彩色的。可是，在費了這番功夫之後，在紙上的依然是微蛙，而且他還是說着同樣熟悉的話。盡情表現自己，全力以赴，別讓任何人否定你。尋找自己嘅特質，創造自己嘅位置，接受它，愛它，並且盡力表現。有沒有可能是你忘記了啊？畫家想了想，有可能是自己忘記了嗎？我喜歡我自己。沒錯，因為他就是當初寫下這些話的人，在很久很久以前寫的。當時他的年紀跟微蛙差不多。畫家對自己許下承諾，永遠不會再忘記這件事。畫家確定微蛙的樣子已經很完美，他確實發揮了自己嘅特色。然後他們一起翻到下一頁，那裡什麼事都可能發生。